喂，一齊跟阿瑤行出去啊！出發時光。提起鐵打館，你會諗起啲咩呢？係濃烈嘅中藥味，大大樽嘅陳年鐵打酒，定係上咗年紀嘅鐵打師傅啊？喺長沙灣就有一間鐵打館，一反傳統。老闆梁醫師可以話係一個新潮嘅醫師，佢將店鋪佈置得別樹一格。鐵打主要醫骨頭嘅，所以啲公仔一定會有啲骷髏骨喺度嘅。咁你傳統你話之前嗰啲好恐怖嗰啲，真係成棚骨掛咗喺度啊，或者有好多蛇啊嗰啲酒啊，一入到嚟個壓迫感比較大啲或者恐怖啲。咁我唔想將呢啲舊式嘅壓迫感帶喺而家咁新穎嘅時代，咁所以呢，診所嘅設計比一般傳統嗰啲有啲唔一樣啦。呢啲創意點子由門口幾部扭蛋機開始，打開嗰道粉紅色門，就會見到成間鋪頭都係用咗粉紅色做主調，當中4間睇症房各有主題，亦都放滿晒公仔擺設。鐵打館裏面仲有彈珠機、夾公仔機，睇真啲，梁醫師仲會着住卡通衫睇症添啊！一入嚟就有個自己設計嘅招牌啦，係紅光管嘅 signature 啦。呢度 total 大概有2萬隻 figure 到啦，地磚都係自己設計啦，天花燈又係啦，洗手間嘅水龍頭啦，有骷髏骨嘅，垃圾桶啊，小心地滑啊，遮架啊，全部10樣8樣嘢都係自己設計。天花燈上面拆咗個燈槽，轉咗透明膜，跟住裏邊都係放晒 figure。70隻 figure 左右啦，基本上每一個空間都塞滿咗噶啦。梁醫師入行30年，由細到大都係前鋪後居嘅鐵打館入面長大，潛移默化之下，從小就有行醫嘅心。佢又覺得，因為喺度住同埋生活，都想呢度嘅裝修唔好太古板。爸爸媽媽都係鐵打醫師，咁以前都係一啲好傳統嘅鐵打醫館嚟嘅。自從搬咗嚟呢度咧，有6年到啦，咁我就決心改革做一個好似遊樂場嘅鐵打醫館咁啦。新潮嘅設計，老一輩並唔可能受落，亦都總有人會反對，因為由父母開始，佢哋已經儲落唔少嘅熟客，好多都係老一輩嘅客人。覺得你哋唔夠專業啊，或者唔夠傳承，應該你要跟翻以前咁樣去做法嘅。咁但係永遠冇人去行出第一步去改革，你永遠都停咗喺嗰度嘅喎。你可能經過一段醞釀期或者培養期，做夠10年8載，有啲成就或者其他人認同之後呢，唔係喎，佢以前做幾好喎。創新嘅同時，都係源於梁醫師嘅囡囡，因為成長於單親家庭。呢一位柔情鐵漢，好想俾囡囡有一個親切又溫暖嘅家。囡囡咧中意粉紅色嘅，所以店鋪咧就用粉紅色，有部分更加係由佢哋父女一齊設計啊。上居下鋪，方便照顧囡囡。大男人湊女，事事都以囡囡為先。我自己日日喺度用24個鐘，我自己覺得開心快樂嘅。下邊做嘢嗰度咧就係9點至9點，12個鐘啦。收咗工就同個女食啲嘢。咁以前就會有波波池啊，有上滑梯啊，好多小朋友嗰啲廚房啊。咁隨着佢年紀大，唔同嘅年紀需要唔同嘅玩具，就有啲轉變咗咯。但係你會感受到佢歸屬感重唔重啊？單親嘅時候，我覺得可能要用多雙倍嘅時間或者心機去相處或者溝通咯。佢唔希望只係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同時幫助客人了解翻自己點解會扭親，矯正翻大家正確嘅知識。扭親嘅又有，慢性嘅勞損都有，各佔一半咗。網球手啊，老人家退化咁嗰啲啦，玩得多手機啊，條頸痛嗰啲都有好多。睇鐵打要知佢邊個位唔舒服啦，原因啦，時間有幾耐啦，咩成因引起啊，有整親冇整親，案發嘅時候經過嘅過程，定係一啲平時嘅勞損，你要了解佢平時嘅生活習慣啊，有咩方法可以避免呢啲，應該係醫生過程你要幫佢處理。求診嘅時候，我哋要幫佢做治療嘅。期間都有段時間嘅，我哋可以傾談嘅嘢會比較多啲，可以教佢話俾你聽，佢點解會整親啦，點樣預防啦，第時點樣保養，多啲充裕時間同個病人溝通咯。我只想身體健康，我害怕你要照顧我，擔心得出一臉倦容，而我病床中反悔內疚，令你太心痛。醫好病人嘅表面症狀，
更重要係醫治佢哋嘅心靈。醫者父母心，我哋除咗睇症幫佢解決原本嘅問題，就好似屋企人咁關心佢多啲，知道佢平時有啲咩毛病或者咩弊處咁容易出現問題。見我入到嚟，你見我全程我都好好笑容或者好樂觀嘅。香港人唔好咁負能量，好多嘢都冇唔開心嘅。咁你就要輔導佢，俾翻啲正能量佢啦。你要同佢溝通得好啦。如若我跌斷雙腿，我就算去哪裏你都跟我扶着我，輪椅中坐親我時，你也要俯身彎腰。梁醫師認為鐵打係式微行業，鐵打未必係好多年輕人嘅首選，但係梁醫師就希望以自己嘅力量改變大眾對一般鐵打館刻板嘅印象。鐵打咧已經少咗人做，或者少咗人光顧，我都覺得有啲好臭啊，出街俾人聞到都唔舒服啊，好 old school 嘅嘢，都屬於一啲比較式微嘅行業，即係比起20-30年前，基本上少咗一半以上。鐵打都屬於家庭醫生咁嘅，由細睇到你大嗰個鐵打師傅，睇咗有冇事先，冇事先至去醫院，用一個轉型嘅方法咧，令更多年青人咧吸引佢哋，或者等佢哋嘗試下呢啲。吸引度高咗啊！佢哋一定會睇下呢樣嘢，有啲止痛藥啊，會整個卡通公仔，我哋喺嗰個鐵打膏藥上面。我只想身體健康，看着你替我蓋被，窩心的心有點痛，得到你這般的愛護我，眼淚這刻能止空。盡量唔好俾佢式微，多一個選擇好過少一個選擇嘅。